勒找不痛快，勒找不痛快。简单，讲，检错了承认，扣你1个星期的工钱；雷敢不承认，加倍扣你工资，记得吗？还有雷，也要扣你工资。随便你。你，我问你，他就裁错了一条线，你凭什么扣他2个星期的工资？你以为你是地主老财呀你？我没听错吧？啊，在这个厂子里面，还没人敢跟我说不嘞。勒找不痛快，勒找不痛快。再说还找不痛快，打人！再说，我再打人！打死人了！打人！打我！怎么回事啊？你给评评理啊！人家就裁错了一条线，他要扣人家2个星期的工资。我跟他评理吧，他要打我。都什么社会了？以为你是资本家呢你？行啦，消消气。想不到你打架还是把好手啊！你要是再敢跟他们动手动脚的，别怪不客气。刚才的事儿，谢谢你啊！哎呀，谢什么呀？我们姐妹都知道你不是来挣钱的。如果我们给你弄到全套图纸，各种型号的，你能给多少钱？我不知道。400块，怎么样？好多呢，20多套图纸，全是名牌。我们用了半年的时间才凑齐的。行，成交。大姐怎么还不来啊？你那条写清楚没啊？写清楚了，2楼餐厅。咱别等了，赶紧吃吧，饿了。服务员，上菜。三姐，你说大姐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你就放心吧，肯定不会的。哎，大姐，这儿呢，三姐，来了。你看，我就说吧，肯定丢不了。哟，点这么多好吃的。哟，大三姐，今天几号了？16号啊，怎么了？哎呦，这小妹啊，都是你给搅和的。怎么又是我呀？我怎么了？大三姐，你还记得那个聚一喜吗？哦，那不就是给二姐办插队那个吗？就是他呀，人家今天呀要援葬，一去就是2年，说是让我去送他。你说，哎呀，我都答应人家了。这小妹这事儿一搅和吧，我光想着呀来深圳了。你跟他还一直保持联系呢？没有，也就是上次啊，咱爸买墓地的时候啊，我才碰见他的。那不送就不送呗，能怎么样啊？哦，对，你先跟我们说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干嘛去了？我呀，我去当特务去了。哎，他三姐，把你那个照相机借给我。那么见外干什么？什么叫借啊？送你。瞧你三姐大亨。上车了啊！下来了。聚一喜，该上车了。哎，好。南半截，喝水吧。来，南半截，小妹已经向我保证了，她保证绝对不会跟顾明谈恋爱的。那太好了，要不然我带他来深圳呢，你说话呀，他准听。哎，这个真行吗？你就100个放心吧，这个肯定没问题。我们用专业的锁边机和电动的缝纫机做出来的东西啊，跟他们的一模一样。但是这布料你肯定整不来。哎，为什么呀？跟你说你听不明白。要不这么着吧，这布料呢我来提供，货款一批压一批走，怎么样？太好了。哎，妹夫同志啊，你说你大姐做这么大的事业，你是不是得帮点忙啊？帮？你说怎么帮？ 20万贷款。
廖仲一，你怎么不吭声啊？你是怕我大姐不能还你钱呐？不是，你看啊，租厂房、添设备、启动资金，20万不够，30万吧，行吗？哎呦，苏布啊，你怎么给大姐找了这么好的一妹夫呢？行了行了，咱不聊这个了。我说两半家，你这次来了5天，工作了5天，我看你啊，不是来给小妹处理问题的，你就是来办厂的。这叫啊，搂草打兔子。兔子，大姐，这是一只大肥羊，怎么是兔子呀？那什么，廖仲一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跟大姐有话说。哦，好，那大姐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那个，那就谢谢你那30万的贷款了啊！客气了，你先过来了。真好。那半家啊，我有件事情想问你，你可得跟我说。行行行，打住，是不是问我跟季玉一喜的事情啊？这事儿啊，你不用问，我都跟你说。他老婆呀，前几年去世了，我跟他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真的？那我怎么听二姐说她在农场的时候追过你啊？那怎么就没成呢？爸，当时吧，都是为了爸。爸，我出去了。哎，嘿，这又去哪儿去了？这神神叨叨的。小妹啊，哎妈，我昨晚盘活到2点了，我再睡会儿。小楚儿，行行，跟妈说说，你大姐到三姐那儿，怎么回来神叨叨的？她想干什么呀？到底？我不知道。嘿，妈，您这是干嘛呀？这是还让不让人睡觉啊？可能是三姐答应帮他开工厂。成衣厂，生产牛仔裤。